为了要加强肝炎死的防治，卫福部有定2025年全面消毒吸肝的计划，提供45岁到79岁民众终身有免费一届体检。嘛有甲农业部、甲法务部合作，鼓励劳工去检查，而且对明年开始，针对受刑人入监时，拢会安排肝炎死的体检。那抽血检验就应知影家己是毋是感染 B 型、C 型肝炎。C 型肝炎是排伫 B 型肝炎后面造成个人慢性肝炎、肝硬化、甲肝癌上主要原因。为加强防治，卫福部、甲劳动部、法务部等跨部会合作，为了鼓励企业劳工健康检查加入试肝体检，为明年元旦开始，针对高风险族群的受刑人，入家监的时阵会全面体检 C 型肝炎。明年开始，凡是入监者都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啊，然后筛检出来如果阳性，就会做最终的治疗。郭建树表示。C 型肝炎传染的路线主要是透过血液甲血液直接接触，比如输血、接触调调的人、静脉注射、测量测风等，拢可能传播 C 型肝炎的病毒。而且医师警告，大部分慢性 C 型肝炎的患者初期差不多拢是无症状，等到10年了后，肝脏出现受损的征兆，往往已经恶化，成做肝癌。一般的人可能认为，那 C 型肝炎就算感染了也没什么关系，他不知道他未来产生肝硬化跟肝癌的比例达到2成到3成左右。为体检出慢性试肝的病人，郭建树提供45岁到79岁民众终身免费接受一摆 B 型肝炎体检的服务。到今年8月为止，总共体检超过540万人。推估台湾2025年 C 型肝炎治疗目标数差不多23.7万人，扣除已经治疗差不多18.9万人，有个治疗差不多4.8万人，能达到 WHO 消毒 C 型肝炎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